3, 2, 1. Hello，早晨，歡迎收睇小象嘅 vlog。咁咧，今日就係我出 trip 嘅最後一日啦。不過咧，我自己就會留喺蘇州玩多幾日嘅。咁所以咧，我今日就要轉酒店啦。咁就依家準備去 check out 先啦。我依家喺度辦理 check out，跟住仲有一樽好大樽嘅水，因為前幾日買咗2罌，仲未飲完，依家搬埋去第二間酒店用啦。跟住今日呢邊嘅溫度咧得10度，8到10度，超級凍。琴日咧就好鬼死大風，所以我着咗勁多件衫。好彩大衫都帶咗幾多，已經帶晒成個春夏秋冬嘅衫嚟。呢邊啲溫差都幾大嘅。咁咧，我今次咧就係入住呢一個萬豪酒店旗下嘅呢一間咧蘇州嘅 AC Hotel 係啦，喺嗰個叫咩Agoda 個軟件上面就係 book 㗎啦。咁咧佢就係我訂嗰陣咧就係666蚊就住一晚咁樣啦。咁我就今日28號、30號退房。係啦，咁咧大門口呢度咧入咗嚟之後就呢邊咧就有一塊比較大啲嘅全身鏡啦，係啦，呢度都仲有一塊嘅。咁跟住咧係啦，好，跟住嚟到呢一邊咧就係個洗手間啦，係啦，包底啲，因為我開咗佢嗰個係跟隨我嗰個拍攝模式。跟住呢邊咧就有個洗手盤。咁但係佢嗰個水喉係啦，就係喺兩邊嘅，係啦。咁佢今次咧呢個就會喺左邊，就唔會係喺你前面。咁呢啲就係有個又係煮水壺，咦？佢呢個煮水壺係同一模一樣，不過我覺得呢個壺唔係咁好用咯，因為佢呢個斷水位非常之鈍，係啊，唔係咁好用，因為咧咁樣拎翻起嗰陣咧，佢呢度就會係咁流水。跟住佢下邊呢度咧有雪櫃嘅。嚟到呢邊咧就係電視機啦，就有一張雙人床。呢一度就都冇乜景啦，因為佢呢度全部都係附近係一啲住宅區嚟嘅，係啦。只不過佢哋嗰啲屋頂咧係啲中式嘅，有啲瓦磚咁樣，你就有少少古風嘅感覺咯。好啦，咁我依家咧就搞掂啦，準備要去出門揾嘢食。食完飯咧就約咗朋友出去一齊玩下。Go！呢間酒店咧最高咧就係7樓，佢2到7都係住房嚟嘅。咁跟住地下1樓就係大堂啦，跟住有個飲 wine 嘅地方，即係類似啲酒吧咁。跟住有餐廳啦、game room 啦，係啦，同埋啲 function room。
跟住佢頭先同我講咧，話呢啲麵啊飯咧，佢可以入添喎，18蚊仲俾你入，我仲剩咗勁多麵食唔晒，因為我買咗呢個綠豆飯，其實都係貨俾你拎走飲。跟住呢度天氣今日食咗太凍，跟住佢幫我加翻熱，我依家好似就飲糖水咁。跟住入到一個商場仔，有勁多呢啲瓷器。全部都係啲太湖石，不過都唔識分真假咯。呢度真係全部都係賣緊呢啲嘢咯，跟住仲有啲古瓷器。依家咧就嚟到獅子林，去買飛先。走吧，先走吧。獅子林，好大個庭園啊，好多茶花，雲林日韻。来回头看一下我，对头打一下，不用打太多，打一点点就好了。对。你看颜色已经显得很好了。哇！就是白衣服没有办法。千靚喺度，係我中意嘅中式庭園，有柳樹啦，有啲亭啦，係啊，仲有各種唔同嘅石。風之園。個朋友帶咗我嚟呢邊睇夜景，喺平江道食咗嗰間桃花源記。都要戴頂帽，超級凍。現在應該有10度吧？沒有的，怎麼可能會有10度呢？今天最高溫度才11度。好冷啊！13度最高溫度，所以現在不可能是10度。凍得我鼻子都紅了。而且這邊還是伏天，更冷。對啊。但是回去看那些照片，你就會很開心啊。是吧？可能女生會這樣。我會開心很久，因為這些照片。好的。我好像我前2年去日本拍完那些照，我現在再回頭看，就那種心情，到現在我還會就是湧現出來。對，那我現在拍立得拍的這些照片，那一定很有意義。嗯，那我要把這個20張全部拍掉了。現在拍了4張對吧？是嗎？好像是。主要是我只有20張。好像是。這個快遞還是我拼多多上下單以後1個星期才給我送到。從香港寄貨嗎？好像是的，他1個星期才能給我送到。一盒160塊20張。160塊是港幣啊？人民幣。人民幣那也太貴了吧？8塊錢1張呀！哎，我也還能接受啊，就是我很難得的會把這個東西掏出來，所以今天
我不是说你看我一看就不会用嘛，所以今天在那边拼起来，拼装起来。时代广场。对，那一块好像就是时代广场。洲际酒店，诚品书店在这，前面摩天轮。我是第一次自己出来这样旅行，如果不是这一次工作的话，平时都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对吧？对啊，然后什么订酒店啊、订机票啊那些行程啊，都是人家去安排的。对，我只是说我想去哪里，然后他就把行程放进去。我以前是让我大学室友，就是整个19年，19年那一次出去玩嘛。19年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他来安排的。我们室友嘛，4个室友，1号床安排的，我是4号床。1号床安排所有行程，还有什么都是他来，我们只要分钱 A 钱就行了。20年的话，是我和我当时的女朋友，还有他和他女朋友，当然现在已经是老婆了。是4个人去的，也是他来安排的。然后那一次行程，我不是说很不顺利嘛。然后后来就，对啊，我是去完整个四川，就是没1个星期也是不到就分手了。哦，这个视角，这视角就还蛮好看。我这边这个视角还没来过。大的那个游泳你写完了，小的还没写完。小的打算水。我是小时候就挺喜欢拍东西的。小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做题念书因为我爸爸就是摄影师，然后我就从小就是在家里就摸相机长大。但是我就什么都不懂。攝影師嘅執著係都要換咗支鏡頭。可以了。歡迎收睇小象嘅 vlog，今日係 Day 2，即係完咗個 trip 之後，聽日咧我就返香港啦。咁跟住咧，今日攝影師咧就帶我去呢個偶園，正。今日係星期6，所以街道上面都好多車。還是放你那邊吧，我那個綁帶昨天拿出來了。行，看一下這。上面有好多，有好多樓船。而家咧就嚟咗呢個偶園啦。之後頭先一落車咧，就好多啲姨姨喺度拎住啲貓條嚟販賣，5毫子一條。跟住我都 O 咗咗，點解會有貓條賣嘅呢度？原來咧裏邊就有好多貓啦，跟住係可以餵貓。不過我覺得咁樣樣咧就會好似令到啲貓返緊工，跟住又係咁食嘢，影響緊人哋嘅一啲生活作息咯。頭先就有朋友請咗我啦，就去嗰個林寶堅尼嘅酒店去食飯，即係唔知道原來人哋都有開酒店。都係飲。
哇，勁多人喺度，喺度做乜嘢咧？現在已經少了很多了，以前更多。哇，就是瘦一點。好慘啊！係咁捉住人哋。他有別按着它呀，它不舒服的呀。跟住見唔見到啊？嗰度嗰啲全部都係貓窩嚟嘅咯，好得意啊！超多貓咯呢度。咁就終於返到嚟酒店啦，咁就完成咗我呢一個蘇州之旅嘅一個全部。聽日就返香港啦，係啦。咁啊呢2日其實就好開心嘅，因為因為出 trip 就認識咗一個攝影師，咁就呢幾日咧都係佢帶住我咁樣即係周圍玩，所以咧除咗蘇州博物館，我真係去唔到啦。我係好想去嘅，咁但係原來佢係要提早7日去做一個 booking， 咁所以最後我就冇去到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園林啦，因為拙政園我係之前有去過嘅，咁所以今次就都係個人太多啦，我係咁啱撞正週末，咁所以就冇去到啦。咁我哋就去咗獅子林啦、偶園啦，同埋今日去咗個西園寺，係啦。咁啊，同埋去咗其他啲湖嘅邊啦，係啦，好似去咗嗰個月光灣啊，我都唔記得咗嗰個叫咩名啦。係啦，咁啊又去咗佢哋個摩天輪啦，之後今日又去咗嗰個櫻花個電車軌嗰度啦，係啦。咁基本上即係差唔多呢啲景點旅遊去嘅一啲景點咧，就全部都已經係打卡完畢，所以都好開心啦，係啦。咁有一個當地人啦，因為攝影師哥哥佢就係蘇州人嚟嘅，咁所以都好開心。而且我哋2個都係90後啦，咁所以傾偈上面都係非常之即係冇問題嘅。咁之前佢係讀 art 嘅，佢好似係咁，所以我自己都係做藝術工作者啦，咁所以都好啱傾咯，有啲嘢。我就呢個咧係我今日喺平江路嗰度咧，我就有即係買咗一塊佢哋嗰啲碧螺春桃酥，係啦，咁樣去食。其實我覺得係多抹茶味多啲咯，係啊。不過其實個口感係 OK 嘅，咁所以我就買咗幾盒翻去，即係俾啲同事做手信啦。我其實呢一次 trip 咧就真係冇乜點樣去買嘢，係啦。平時咧如果我去旅行，我係會不停買，係啦。呢一個好似係我係第一樣嘢買嘅咯，係啦。咁就係呢個，今日都特登攞咗出去影相，係啦，就係一把扇嚟嘅，後邊冇嘢，唔記得叫人寫字，係啦。咁就係有啲紫藤花啦，咁我就叫佢幫我畫隻貓啦咁樣。不過我又驚畫個樣唔得意啦，咁啊叫咗佢幫我畫個背面就算啦。之後咧，呢啲係佢即係已經畫好咗嘅作品嚟嘅，係個爺爺好似係姓張嘅，係咯。咁就我就買咗佢呢啲咯，係啊，佢係掛咗喺門口嗰度，都可以睇下，係啦，就係咁樣啦，係一啲乾藍色嘅一啲山水畫咯，係啊，咁呢個我自己都覺得幾靚。之後就有一個係咁樣啦，係啦，因為我自己好中意竹葉，係啦，好中意啲竹嘅嘢，呢個我自己都買咗。係啦，呢個咧就係攝影師哥哥幫我揀嘅，咁係比較多啲留白嘅一個空間啦，同埋佢嘅一啲山嘅感覺咧，佢唔係好實嘅，你見到佢上面呢一 part 係啦，比較係
暈染嚇，廣東話叫咩？暈染係啊，嗰個手法，咁所以我就好中意啦。咁啊，最後都係買咗呢幾，因為我自己都會睇書噶嘛，咁所以就買書籤可能就會比較實用啲啦，係啦，比起其他一啲文創嘅嘢嚟講，係啦，咁同埋呢一個我都可以擺喺我嘅茶台啦，或者係我個茶櫃嗰度，都可以有個紀念咯。係啊，咁我都好喜歡，因為今次係自己算係真係第一次自己去旅行啦。不過其實好好彩嘅，我其實係諗住呢2日咧自己周圍去玩，咁但係冇諗到即係咁啱攝影師哥哥又得閒啦，咁啊佢都知我自己一個人玩，咁啊又好 take care 我啦。咁所以我哋大家都好開心，因為有啲景點咧係佢係咁耐，佢 stay 喺蘇州咁耐，佢係呢邊人嚟噶嘛，都未去過，係啊，咁所以我哋2個都係第一次去咁樣去打卡去體驗，所以都幾開心嘅。咁但係頭先咧就入到有一間鋪頭係佢啲color tone 咧係我自己好中意，跟住一睇就揾到一個係冇袖嘅一個款啦，咁啊另外一個咧係大少少袖嘅，咁啊2款都試完之後咧係冇袖嗰一款咧，佢係會再顯得後生啲，係啦，咁啊最後都諗到嗰款嘅話好似，哪怕我平時喺香港即可能出街又好，或者係做一啲彈琴嘅表演啦，或者係我即係泡茶啊咁樣，都比較適合嘅。咁所以我就最尾就買咗嗰件，不過咧佢就冇現貨，佢要喺個倉嗰度調貨。咁我聽日又係 last day 啦，好彩我係晏晝飛機，咁佢都話佢朝頭早都可以係送過嚟俾我，即係送過嚟酒店。咁所以就係咯，就係咁樣，就非常之圓滿啦。因為其實我自己一路都好想喺蘇州係買旗袍嘅，係啦，因為硬係覺得即係咯，旗袍係真係要喺蘇州呢一邊江浙一帶去買嘅。細個我係有好多旗袍嘅，係幫我自己去彈琴表演，因為其實我好細個就已經學古箏啦。而家大個咗又唔啱着啦嘛，咁啊一路都冇買嘅，同埋大個咗都冇嗰個諗法係會想着多啲中式嘅衫，係啦，咁所以就其實都係近呢7年8年係啦，咁係我自己係越嚟越中意呢一啲中國風嘅嘢，咁所以就可能同職業有關啦，同埋人越大會越嚟越發現自己係真係中意啲乜嘢嘅。嗱，咁我聽日就翻香港啦，跟住後日就正式又要翻工。唔係咁想翻香港，香港我終於明白即係香港人真係好大壓力。同埋我覺得經過今次呢一個蘇州之旅咧，我係更加覺得可能將來我都唔係好適合住喺香港，因為佢成個節奏、成個環境，我覺得係可能身體係並唔即係適合呢一個地方。因為其實之前住澳門㗎嘛，咁其實翻咗嚟香港都1年多少少1年啦，係啦。都係覺得唔係好適合自己去居住呢個地方，係啦，咁所以係咯，咁暫時呢個 moment 就可能都仲係可以係咁樣，但係將來我覺得就即係會選擇可能即係換另外一個城市去居住，係啦，或者去定居。咁我覺得幾開心嘅，因為其實呢一個旅行好多時間。雖然係有可能有個攝影師哥哥啦，或者係我上一啲 training 嗰陣時係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咁樣係可以一齊。咁但係so far 翻到去酒店，你係屬於自己一個人，或者係好多時候係自己一個人去感受呢一個地方，係嗰個感受係會更加深刻啲嘅。我覺得係比起同一大班人去旅行，嗰個感覺係唔同。咁所以其實我覺得自己今次嚟係叉電咯，係啊，即係用我自己適合嘅方式去叉電，我覺得係好緊要。點解講下好似想喊嘅咁變態嘅？你可以見到一個比較真實啲嘅自己，
我諗講起呢一個揾自己嘅呢一個 topic， 可能係會擊中咗我內心，係啊。因為其實我有一段時間係揾唔到自己嘅，即係覺得真正嘅自己，去咗邊度咁樣。希望我即係嚟緊可以係更加多時間啦，去睇多啲呢個世界，同埋係去旅行。唔講咁多啦，因為我真係要執嘢啦。咁啊，多謝你哋收睇我今次嘅 vlog 啊。雖然呢個結尾真係唔知做乜事，無啦啦係喊到咁樣樣，但係就係控制唔到，呢個都係比較質啲嘅自己。係啊，我今次買咗有碧螺春頭彩嘅茶啦，跟住有特級1級嘅茶，係啦，咁都有比較 top 啲嘅，係啦，咁所以就都可以一齊去品鑑一下啦，唔同等級嘅茶究竟有啲咩分別啦，係啦，同埋都可以大家一齊去學習更加多我哋中國茶嘅一啲文化，係啦，一齊去交流，係呢一樣嘢都係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嘅，希望可以同你哋分享。好啦，多謝你哋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